喂，咁我哋繼續落去咧，就係2024年 MC 第6題啦。咁咧呢題就比例題啦，當年77%人答啱啦。咁啊就咁講啦，喂，4x 次加 2x 加 3a 係等於 4x 乘 x 加 b 再加 2c 呢條公式嘅。咁啊兩個做法啦，第一個做法啦，我諗紅色呢邊啦，就係我哋硬爆佢 4x 2次加 2ax 加 3a 等於 4x 2次加 bx 加 2c。咁因此我哋知道 2a 等於 b，a 比 b 就係1比2。3a 等於 2c，a 比 c 就係2比3。咁因此 a 比 b 比 c 咧，我哋就可以砌翻咧就1比2，另外就2比3啦。砌翻出嚟2比4比3，咁樣我哋揀到答案。咁如果話大家怕計嘅嘢咧，計錯嘅時候，仲有另一個方法，將呢度所有嘅答案代翻上嚟，咁我哋就會變咗 4x 2次。呢個係方法2啊，再加2乘以2 x 加3乘2，另一邊廂 x 乘以 4x 再加4再加2乘3，咁我哋拆完條公式咧就 4x 次加 4x 加6，咁上面咧其實同呢嚿咧係完全一模一樣，大家就係用個答案去反推去嘗試試出嚟啦。咁咧我哋臨尾會發現咧會完全一模一樣嘅，因此答案咧都會睇到係 A 呢個答案嘅。